我喺2003年嘅時候咧，曾經同吳孟達啦、達哥啦合作咗一個戲，就拍咗2個半月。咁我同佢朝夕相對，可以話朝夕相對。咁我係深深俾佢對於演戲嗰種誠意啟發咗。咁跟住佢就送咗一本書嚟我，嗰本書就叫做《角色的誕生》，就係《喜劇之王》裏邊所講嘅。俄國嗰個戲劇大師史丹諾夫斯基，佢講嗰種由內至外，即係嗰個理論啦。咁原來真係有呢本書㗎。我發覺原來我喺2003年之前咧，係完全唔知道點先係叫做係一個演員咯。咁所以我要多謝達哥佢啟發咗我啦。咁由2003年之後，我會做一個戲，我都盡量去做到係一個稱職嘅演員應該做嘅嘢咯。咁所以咁我喺香港好耐冇拍戲啦，已經有差唔多20年嘅時間。咁今次呢一個獎係我翻嚟香港拍戲嘅第一個獎。咁而加埋我諗翻起我自己好認真咁想去做一個好嘅演員。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意義非凡嘅獎咯，對我嚟講。多謝大家。